将切好的旺来摆到盘顶面，加上一寡砂糖，搁用料理喷枪点火，慢慢出现焦糖的香味，这道焦糖凤梨就完成啊！真鲜回转寿司特别选用台南的旺来，透过炙烧和焦糖的甜甲旺来的甜互相搭配，创造出全新的产品焦糖旺来。这道餐点目前伫全国真鲜153个门市拢有当品尝到。争鲜回转寿司一起来那个共同揭幕我们最强的凤梨的一个新的回转寿司产品。那第一个这个产品叫焦糖凤梨，因为我们以前吃过焦糖布丁或焦糖其他的产品，但是因为凤梨很甜，加上焦糖很甜，那就是甜上加甜，正好是全糖城市的一个表征。我们很谢谢争鲜寿司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个构思跟产品，我相信我们也一定不会让争鲜寿司以及广大的消费者失望。真鲜所选用旺来，拢是台南出产的好物产，不但甜美好食，而且还有产销履历，安全有保障。真鲜行销公关周林君特别推荐给消费者，食甲欢喜又安心。在重黄的就是凤梨，它其实非常的鲜甜，然后多汁，而且它这次具有产销履历，让消费者也可以吃得很安心。那希望说这次我们的焦糖凤梨推出呢，能带给大家在味蕾上更颠覆的不同。4月份进入台南旺来产季，黄伟泰也感谢真鲜回转寿司特别选用台南旺来推出焦糖凤梨的新品，不只会当帮助到农民行销，也展现出台南旺来优质竞争力。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